第18、19集蘑菇古朗基一戰，對我而言係蒙面超人 Kuuga 最神嘅篇章。呢兩集唔單止有住頂級嘅情感鋪排、劇情節奏、拍攝手法以及配樂，佢更加係成套蒙面超人 Kuuga 嘅縮影。兩集時間將作品最核心嘅主題、情感聯繫、使命感、代價、希望嘅破碎以及永不放棄嘅騎士道精神，全部集中喺同一個瞬間俾觀眾睇。喺第18集未確認生命體第26號鬼魅嘅蘑菇古朗基登場，死亡遊戲目標人數為144人。佢嘅威脅點非常之明確，體內擁有猛毒孢子，可以使用死亡之吻將孢子送入對方體內，從而使對方毒死。而由於猛毒孢子只可以喺35至到40度嘅環境底下存活，所以蘑菇古朗基嘅作案地點通常都會偏向於高溫環境。而當你中咗毒，就算當下可以打得贏佢，亦都可能依然會死喺戰鬥之後。而我哋嘅主角五代雄介喺戰鬥期間被蘑菇古朗基以毒孢子攻擊，馬上失去作戰能力，其後被送到醫院搶救。而編劇跟住落嚟做嘅係用節奏將觀眾拉回殘酷嘅現實，以接近1集半嘅篇幅去描述五代遇險送到醫院搶救，然後喺醫學上正式宣告不治。嗰一瞬間嘅沉重情緒，唔係只係想俾觀眾睇到英雄受傷，而係要觀眾明白，希望其實並不是必然嘅。原來奇蹟並唔係每一次都會發生。跟住就係一個非常之殘酷而又好真實嘅畫面。醫生同埋一條先生必須喺內心掙扎而又非常之唔甘心嘅狀態下，將噩耗傳到五代嘅身邊人。而佢偏偏唔靠一言一語去灌溉情緒，反而係用沉默將情感升華到更高嘅層次。頼む。兩集嘅情緒非常之沉重，使人安靜，但係又難以放聲大哭。人嘅情緒似乎就係咁複雜。但就喺黑暗最深、希望被磨滅嘅時候，亞馬達姆俾觀眾見識到佢嘅力量。亞馬達姆並唔係單純嘅道具，佢係具靈氣嘅存在。佢得知五代面臨劇毒生命威脅嘅時候，先喺前期做咗一個關鍵嘅操作，將五代體內白血球嘅數量增加到平常嘅20倍，去同毒素對抗。跟住佢透過觀察就發現到孢子嘅存活條件，然後就直接做咗最關鍵嘅一步。毒孢子需要喺35至到40度先可以存活，咁亞馬達姆就將五代帶出呢個範圍。佢使五代處於生物同埋醫學上假死嘅狀態，將體溫下降至35度以下。同一時間，蘑菇古朗基再次出嚟作惡，而今次就到咗一條先生一方受到生命嘅威脅啦。隨後鏡頭前一秒，五代瞓喺病床上，而下一秒編劇就以留白嘅方式去交代五代似乎已經唔喺病床上面。當蘑菇古朗基準備向一條先生下毒手嘅時候，鏡頭就抬起，佢唔係以傳統主角突然格擋攻擊、中途救場嘅手法去拍攝，亦都唔係俾你一個歌頌式嘅音樂高潮，而係由古朗基講出嗰句好短而又好有魄力嘅說話。當然，為咗清除蘑菇嘅毒素，亞馬達姆零石都損耗咗巨大嘅能量，因此五代復甦之後，力量並唔可以完全咁使用。換言之，五代並唔係滿血回歸，佢只可以使用白色初生形態去迎敵，或者呢個就係 Kuuga 最動人嘅地方。無論情況如何，但我都係要企出嚟。呢種企出嚟嘅意志本身就已經比勝負更加重要。然之後就係大家非常熟悉嘅一段，一招 Rider Kick 解決唔到，唔使擔心，我仲有力氣踢第二腳。第二次都失敗，咁咪試下第三次咯。當佢踢出第三腳嘅瞬間，力量就好似回應緊佢嘅決心咁樣，全能形態嘅戰鬥狀態已經逐漸恢復。呢段戲並唔係想嘲笑蘑菇古朗基嘅弱小，就連初生形態都打得輸，而係要讚嘆五代嘅騎士道精神。蘑菇古朗基一戰就係成套蒙面超人 Kuuga 嘅縮影，佢包含住多股力量嘅結合。第一股係有靈性嘅亞馬達姆願意付出代價去救返使用者嘅生命，第二股係明白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嘅五代雄介，
一個最平凡嘅人，但係就有住最堅毅嘅決心。執返一條命之後，依然毫不猶豫咁樣爬起病床，冒多一次險，以續命形態去戰鬥，守護大家嘅笑容。就算力量不足都唔緊要，只要我可以繼續，儘管第一、第二次都唔得，咁就試到得為止。只要我仲可以企出嚟，咁就要繼續，就唔可以停落嚟。最後一股就係五代身邊不離不棄嘅夥伴們，佢哋相信嘅力量。一條先生喺確認五代嘅危急情況之後，透過醫生向五代傳達咗我會一直等住你嘅堅定信念。佢係五代最堅實嘅後盾。澤道英子為五代嘅摯友以及古文解讀者，當得知五代可能喪命嘅時候，佢強忍住悲傷以及恐慌，立即返去研究室，希望可以喺古代嘅石碑碑文中揾到拯救五代嘅線索。五代妹妹展現咗家人之間心靈相連，面對哥哥嘅垂危，佢只可以用自己嘅方式為哥哥祈禱，以及相信住佢。最後片尾嘅笨拙情景，使到呢一個篇章嘅結局再次升華。佢再一次將觀眾由英雄嘅偉大中拉回現實。不過今次嘅情緒再都唔一樣啦。佢依然係嗰個最熟悉、最笨拙、最唔完美，但係又最真實嘅五代紅界。尾段一條先生有啲氣憤，但係又如釋重負嘅神情，打破咗呢兩集嘅壓抑氛圍，而終於都可以令到觀眾鬆一口氣啦。蘑菇古朗基一戰真正體現嘅係寫下放棄會更舒服嘅呢一個念頭。的確，人喺好多時候都會面對到種種充滿不確定性嘅難關，冇人會唔懼怕嗰啲使人不安嘅未知場景。但係經驗就係為咗經歷佢哋而存在。你放棄就代表徹底輸咗，但係如果你願意嘗試，哪怕成功機會只有一啲，哪怕失敗之後會帶俾你挫敗，但係呢一個寶貴嘅經驗亦都給予咗你未來唔會再犯下同樣錯誤嘅呢一個裝備。五代唔倒下嘅話，就冇電力輸入身體，亦唔會喺後期意外咁發掘出金色嘅力量。因此我哋亦都要好似五代紅界咁樣，只要可以繼續就唔好停落嚟。多謝大家收睇今期嘅影片，如果可以嘅話就記得訂閱關注我嘅頻道，俾個 like 我啦。我哋下期再見。